喜眉羊，哦，没有。莫也3千点青龙啊。哦，妹子3千生气了，大家等我了啊！那就是你啊。你们青龙来得蛮好，养得一共50两。好嘞。哎，太好了。忘记了嘞。好。欢迎是吉米呀，有我妹3000呐，点青龙，唔系青龙哦。也讲我50两哦，过来了。你别给过来了。我就这边。100楼要冲，100楼要冲。来叫来了。标注包装好。好，你可以先切掉，因为那个是刚先切掉。直接就按台语了。好 ，OK，好。有理解。